为了要解决药品欠缺的问题，卫生福利部成立跨部门的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要求业者若是发现讲有药品可能会欠货，就要伫6个月前来进行通报。小数未来但2礼拜就来公布通报案件甲处理的情形。 卫生部长徐水官做调集人下部会成立的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10日正式成立，分别管理西药、中药等各大类用药平台，其中中药头家6日通报，要拼4月底就线。另外，针对健保药价、地区欠药的问题，把咧规划早期已经制度。我们会征求相关的一些团体监看这个盘商他的那个一些。 必要药品的一些控管，如果发现就是说它进货开始有比较紧的情形，那我们就可以预期说未来可能会是缺药。 另外，市药署嘛公布4月初3为止，西药欠的案件总共是20件，目前3件正在处理，1件无替代药品，启动公开征求，嘛要求药品输入业者至少6个月，甲各外药商来联系，确认药品伫6个月内输入的时程、数量，国内业者嘛要确认6个月生产药品的原物料伫6个月内的库存，若是欠的药品伫200多项，必要药品内无通报。 会处罚这些必要药品清单，业者尤其是我们的药商，他们没有配合着来通报的话，刚刚就有提到了，他一定要在6个月之前有6到30万的一个罚则。健保署长赵宗良嘛补充，若是健保收载14000多项的药品欠药业者无伫6个月前来通报，未来一档就被纳入健保收载。即马平台除了中药平台也咧测试，其他拢就线。后续2礼拜会公告一个药品资讯。记者陈文曾俊佑台北采访报道。